大家好，我係黑爺。今次我唔係再係拍 robot 嘅影片，今次我會拍多啲唔同特別嘅影片。呢一部影片係要講俾大家聽，你哋測試你哋嘅眼力、腦力同埋你哋嘅各種能力啦，可以咁講。亦都可以咧測試下你有冇近視。同樣，如果咧你有近視嘅話，應該未必睇到，要非常之細緻先可以睇到。咁唔講咁多廢話啦，直接開始啦！你哋到底揾唔揾到呢幅圖有咩巧妙喺入面呢？如果揾到嘅話，就喺留言區度話我聽啦。下一幅圖。你哋揾唔揾到特別嘅一個呢？除咗全部都係 S 之外，你哋揾唔揾到一個其中有一個特別嘅呢？呢個就揭曉答案啦。答案就係5。你見唔見到呢？如果見唔到，就要靠你自己揾啦。下一個就係呢個。如果你望住係咁轉你熒幕，你會發生咩事呢？佢會令到你周圍嘅嘢消失，仲令到你成個人好似好恐怖咁，俾一隻眼望住咗。如果你係咁旋轉轉動嘅畫面，就會咁樣。最後就係呢一個，你嘗試望實佢，望實1分鐘。然後嘗試望住佢係咁喺原地度轉圈，之後你就會見到一隻眼望住你㗎啦，喺最中間會顯示一啲數字出嚟。好啦，呢一部影片就去到呢度先啦。如果你哋再想睇更多同樣類型嘅影片嘅話，就喺留言區度話我聽啦。拜拜。